我係波子，咁大家可能係唔知呢條片做緊乜嘢啦嚇。咁其實呢條片咧就係我啱啱瞓醒，我未執床咁樣張床啦係嘛。咁其實咧最近咧就呢個禮拜嚟呢個禮拜啦，我就會出席兩個活動，兩個關於遊戲嘅活動。咁如果大家咧係想見到阿波子啊，或者係過嚟捧下場啊，都可以嚟參加嘅。咁我首先今日要講嘅兩個活動，其中一個活動就係咁喺8月21號至到24號咧，就係呢個香港電訊，即係呢個電腦通訊節，即係叫電腦節。咁其實會喺邊度搞咧？會喺香港嘅會展入邊搞嘅。咁其中入邊咧，即係個電腦節入邊咧有一個 counter 啦嚇，我哋或者係好多 YouTuber 咧就會進行一啲直播，係唔同嘅時段啦嚇。咁我咧就會喺21號同埋24號咧都會出席嘅。咁詳情嘅時間我幾時會出現咧？咁啊留意翻我 Facebook 同埋我 IG 啦。嗱，咁我私人咧都會送翻50張即係有50位嘅觀眾咧係可以免費入場呢個電腦節，而且亦都可以入嚟睇我哋現場直播喎。OK，我好似未搞過直播啊嘛，我好少搞過直播係啦。咁大家到時可以睇下我直播咁做啲咩嘢咧。咁我亦都唔怕透露俾大家聽啦。嗰陣時我會直播玩 Just Dance， 係一隻跳舞 game。係啊，我係直播玩跳舞 game，我唔知我講緊可以跳幾耐啦嚇。人哋直播係成幾兩粒鐘，我諗呢個時候跳舞直播究竟會點咧？應該同大家身水身汗嘛，到時都會邀請大家一齊跳舞㗎，冇錯。咁好啦，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喺23號咧，我就會去咗呢一個YouTube Gaming 打擂台 HK 係嘛？喺邊度咧？就係呢個數碼港呢個 Cyberport。咁嗰日咧就有好多嘅gaming 嘅 YouTuber 啦，咁就會去到一齊同大家打擂台啦，同埋Muffin係唔會去嘅。咁歡迎大家咧可以去下邊嗰個 link 嗰度報名啦嚇，咁打翻你嘅資料啦，不論你係98歲唔98歲都好咧，都可以去參加嘅，當然啦係咪？最後再講一次 ，OK， 而家係有2個活動啊嚇 ，OK。假設你去唔到呢一個23號，即係名額有限爆咗都好咧，你都可以去電腦展呢個大型嘅直播遊戲度揾我㗎 ，OK。咁大家咧就識到啦嚇，即刻去報名啦嚇，或者即刻去攞飛啦嚇。咁好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 ，OK。我等緊你，挑我機啦，拜拜。刷個牙先。